大家有冇覺得而家喺香港條街食餐飯真係越嚟越容易受氣啦？以前我哋去街坊麵鋪食嘢，老闆會主動打招呼，大家有講有笑，食飯食嘅係一種人情味。但係而家呢，成日一坐低就被店員催促落單，稍微食慢少少都要被睇面色。如果你對菜式有咩要求，譬如少糖或者換個做法，多講兩句，好可能直接被店員大聲責罵。好多老街坊都喺度抱怨，而家出去食飯簡直就係使錢買難受，食到連胃都唔舒服。不過如果話全香港邊間餐廳嘅脾氣最大，中環有一間賣咗幾十年牛腩嘅百年老字號，絕對榜上有名。喺呢間店入邊，普通市民去食飯要睇店員面色，就算出手闊綽嘅富商、演藝圈嘅名人去咗，都照樣被店員嫌棄。甚至有人被老闆當場要求刪咗手機入邊嘅片，嘥喺門口唔准走。就喺呢幾日，呢間本來就充滿爭議嘅名店又出大事啦。一位網紅直接開住手機直播衝到店入邊，當住所有客人面大聲炮轟老闆，雙方僵持不下，最後鬧到警察趕到現場先至收場。到底係一碗點樣嘅牛腩可以一次又一次惹出咁大嘅風波？呢間老字號到底點解咁對所有客人都咁強硬？今日我哋就嚟把呢幾件鬧得沸沸揚揚嘅事件由頭到尾睇個明白。喺香港嘅中環同上環一帶有一間經營咗好多年嘅食肆，叫做九記牛腩。對於好多香港市民，特別係上咗年紀嘅街坊嚟講，呢間店嘅名大家都好熟。呢間店主要賣清湯牛腩，曾經得到過米芝蓮餐廳嘅推薦。好多內地遊客同外國遊客嚟香港旅遊嘅時候，都會專門把呢間店列為必須去食嘅地方。每日餐廳門口都會有好多人排隊。但係呢間店喺香港本地嘅口碑一直分為兩面。一方面，食物嘅品質確實有一定水準。另一方面，店入邊員工嘅服務態度一直受到好多客人嘅批評。最近發生嘅一件大事係香港網絡名人劉俊軒，大家通常叫佢劉馬車，到九記牛腩進行網絡直播。事情發生嘅當日，劉馬車拎住手機開啟咗月球嘅現場直播，直接行到去九記牛腩嘅店面，佢面對住手機鏡頭大聲說明自己呢次嚟嘅目的係為咗公眾利益發聲，要替香港市民出一口氣。佢嘅態度非常強硬，直接喺鏡頭前指責九記牛腩係黑店，話自己之前喺呢度食完嘢之後身體感覺唔舒服，並且批評呢間店係香港飲食行業嘅恥辱。佢入店之後第一件事就係要求見店家嘅老闆潘國興。當時嘅店員回應話，老闆而家唔喺香港，並且要求劉馬車停止喺店入邊拍攝，但係劉馬車拒絕離開。喺直播嘅畫面入邊可以見到，劉馬車唔單止冇走，仲行到去附近嘅其他商鋪去詢問九記牛腩老闆嘅下落。喺聽到附近嘅人話老闆其實仲喺香港之後，劉馬車又行翻去九記牛腩嘅店入邊，繼續要求老闆出嚟當面對質。翻到店入邊之後，劉馬車開始用普通話向當時正喺店入邊食緊嘢嘅客人大聲講話，話俾佢哋聽呢間店係黑店。佢同時亦喺直播入面重複話自己唔係專登嚟惹麻煩嘅。店員再次上前勸咗佢，之後劉馬車退到去店鋪嘅門外，佢企喺門外繼續進行直播，一邊直播一邊大聲指責九記牛腩破壞咗香港飲食行業嘅整體形象。佢公開表示，如果老闆今日唔出嚟見佢，佢就絕對唔會離開。大約過咗20分鐘之後，九記牛腩嘅老闆潘國興終於出現喺店入邊。劉馬車見到老闆出現，馬上行上前去進行質問。佢嘅情緒變得越嚟越激動，隨後開始講出粗俗嘅語言，甚至罵老闆係社會垃圾。同劉馬車激動嘅情緒唔同，從現場嘅直播畫面嚟睇，老闆潘國興成個過程都表現得好平靜。老闆只係重複要求劉馬車停止拍攝，並要求佢唔好干擾店鋪嘅正常生意。係見到劉馬車依然唔願意停止，老闆
最後決定撥打報警電話。警察接到報案之後到達咗現場，經過處理，流馬車最終離開咗現場，呢件事情先至算暫時結束。呢段直播嘅影片喺網絡上流傳開嚟之後，引起咗香港網民嘅大量討論。有一部分網民留言覺得好好笑，認為九記牛腩平時服務態度唔好，呢次終於遇到一個更強硬嘅人，呢個叫做一物治一物。但係同時亦有好多網民認為流馬車嘅做法太極端啦，就算作為消費者對餐廳有唔滿意嘅地方，亦唔應該喺人哋做生意嘅地方大聲吵鬧同埋講粗口。好多香港網民對九記牛腩再次發生呢種事並唔覺得奇怪，因為呢間店因為服務態度引發嘅爭執已經唔係第一次啦。除咗網絡名人，演藝界人士喺九記牛腩亦有過唔愉快嘅經歷。香港獨立歌手同形象設計師馬天佑最近亦分享咗佢喺九記牛腩嘅遭遇。馬天佑表示，佢之前喺網絡上見到九記牛腩老闆潘先生接受媒體採訪嘅影片。喺個影片入邊，老闆強調全世界對佢有誤會，話自己只係性格直接，並唔係專登態度惡劣，仲叫大家唔好完全相信網上嘅負面評價。馬天佑睇咗呢段影片之後，覺得網民對呢間店嘅批評可能有些少誇張，於是決定親自去嘗試一下。呢個係馬天佑第一次光顧九記牛腩。佢點咗一份牛腩米粉、一碟青菜以及一杯唔好加糖嘅凍檸茶。食物送到之後，佢飲咗一啖凍檸茶，發現茶入邊嘅糖分非常多，於是佢好有禮貌咁向店員說明情況，話唔好意思，我點嘅係唔好糖嘅。估唔到店員聽到之後情緒非常激動，即刻反駁佢話，你明明點嘅係凍檸茶少糖。馬天佑事後喺社交媒體上解釋，佢自己飲唔好糖嘅檸檬茶已經有10幾年啦。佢非常肯定自己落單嘅時候冇講錯，而且佢飲嘅嗰杯檸檬茶根本唔係少糖，而係完全正常加糖嘅甜度。佢形容當時店員望住佢嘅表情係超級無敵厭惡，令佢清楚咁感覺到店員係絕對唔可能幫佢更換一杯新嘅飲品嘅。最後馬天佑只能無奈咁把食物食完，然後即刻離開咗餐廳。馬天佑把呢段經歷發到網上之後，再次引起咗大家對九記牛腩服務態度嘅批評。有網民留言話，喺呢間店入邊，無論發生咩事，錯嘅永遠都係客人。甚至有人諷刺咁講，呢間店嘅服務態度好公平，因為佢哋對待所有客人嘅態度都好差。佢哋嘅宗旨就係客人永遠係錯嘅。亦有網民覺得馬天佑係自找麻煩，明知呢間店嘅名聲唔好，仲要去食。同時有經常喺香港食飯嘅市民回憶話，喺過去幾年疫情期間，因為冇外地遊客，九記牛腩嘅生意受到影響。當時店入邊嘅服務態度其實係變好咗一啲嘅，而家態度又變得強硬，可能係因為生意恢復咗，每日都有大量遊客排隊，店家唔再擔心冇客人。綜合以上呢幾宗事件，我哋可以見到一個喺香港餐飲界非常特別嘅現象。九記牛腩作為一間歷史悠久嘅老字號，佢出名嘅唔單止係食物嘅味道，仲有佢成日引發爭議嘅服務方式。無論係普通市民、網絡名人定係演藝明星，行入呢間店面對嘅規矩同態度似乎都係一樣嘅。一方面，食物嘅品質確實得到咗好多人嘅認可。清湯牛腩嘅做法有佢獨特之處，呢個亦正係佢能夠獲得米芝蓮推薦，並且每日吸引大量遊客同埋本地人排隊嘅原因。大家為咗品嘗呢種味道，願意花費時間去等待。另一方面，店家喺處理顧客關係同突發事件時嘅做法，成日令人感到唔舒服。從上錯飲品之後對客人表現出厭惡，到強行阻止客人拍攝，再到面對網絡名人嘅指責時直接報警，店家展現出咗一種非常強硬、不妥協嘅經營風格。只要食物嘅標準唔下降，
即使服務態度再受批評，每日依然會有絡繹不絕嘅客人。排隊嘅人群同埋網絡上嘅爭議，似乎變咗呢間店每日都喺度同時上演嘅兩個畫面。大家喺關注呢啲爭議嘅同時，其實亦係喺度懷念以前嗰種簡單、充滿人情味嘅飲食環境。